如果我们有一些身体上不舒服有一些症状，我们要去看医生。那看医生的台语怎么说？看医生。看医生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去看医生，或是我们说有症状你就要就医嘛。就医，咱去看医生叫一个去嘛，去的台语叫去嘛，去看医生去看医生。就医就是较文言啦但是嘛是有人讲叫做TS 花枝悠久就医。就医跟中文很像，就医去看医生比较白话大家比较容易听懂，对不对，老师？去看医生。好，有症状的话，人不上快，不舒服，记得要去看医生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说，我要去看医生。一个对我就是我，要是我。那去得去，我要去看医生。我要去看医生。我要去看医生。我想去看医生。我想要去看医生。我想要去看医生。我想要去看医生。对。我想要去看医生。对，这样较顺。我想要去看医生。看医生，我们就会要到医院看病。医院叫做病院。其实这个病这生病的病这从日本话来的，其实它是病院生病的院叫病院。看病要去病院让医生看，去看医生。病院。我要去医院。我要去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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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院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到医院的时候就要做筛检或是做检验。好，筛检或是检验，台语怎么说，老师？针对这个冠状病毒，咱叫胎检胎检，这个叫胎检。胎检不是检查，要做那个产前的胎检。两个同音，第一嘛是胎而你讲检查啦，不过一般我们去病院做检查，你就不知道是不是做这方面的检查也检查就是检查，对不？检查那个检查就是检查，因为它是两个是同音。是所以老师我说那个我们去做不是我们姐妹都会怀孕吗？怀孕要去做那个产检吗？产前检查，所以胎检胎检怎么说也是胎检吗？那这就是国语音跟台语音都同款。胎检。像现在比如说被匡列的，那被匡列的话就是会被要求到医院做筛检嘛。这句安怎讲去病院做体检。去病院做体检。去病院做体检。老师，安尼讲对。去病院做体检。好，那但是如果我们忘记的，就是说去病院做检查，安尼嘛会跳舞也会可以去诊所那诊所这两个字怎么说，老师？诊所叫诊所。比如是小感冒那我们就会去那个诊所去看病嘛。我要去诊所注射。注射就是打针。它是一个注射。亲爱的朋友，我们今天呢就是台语到家，那大家前面到现在还有记得吗？如果身体不舒服要到医院的时候，要说我要去看医生，或是我要去病院，对不对，老师？对，我要去看医生，我要去病院，我要去诊所。好，我们今天台语到家，大家学会了吗？感谢老师，谢谢老师，谢谢大家。